有位獸醫講過一個概念，佢話貓狗嘅生命本來就比人類短10幾年，對人類嚟講可能只係人生其中一個段落，但對貓貓或者狗狗嚟講，已經係佢哋完整嘅一世。所以如果一定要有是但一個先離開，某程度上我哋應該慶幸係佢先離開我哋。你可能會覺得奇怪，失去一隻陪咗自己10幾年嘅毛孩，點解要慶幸？根本冇任何值得開心嘅地方。但係呢句話背後嘅意思嘅就係，如果一定要有人承受離別，寧願係由作為人類嘅我哋去承受，因為人明白咩叫死亡。我哋知道有一日生命會完結，我哋知道離開咗就唔會再返嚟。但係貓貓狗狗未必可以明白呢個概念。如果有一日係主人突然消失世上，佢哋可能只會知道點解平時7點返嚟嗰個主人今晚10點都未見，點解張床仲有你陣味，但之後再唔見你返嚟。狗仔可能繼續每日望住道門，貓貓可能仍然瞓喺你平時坐嗰張梳化，佢唔會知道你發生咗咩事，但只係知道對佢哋最重要嗰個人人間蒸發咗。有時我會諗，主人最後能夠幫毛孩做嘅一件事，可能就係寧願由我嚟掛住你，由我去承受唔開心，都唔想你留喺原地繼續等我。今日呢一集，我想同所有養貓、養狗、養寵物嘅主人講一句聽落去有少少得人驚嘅說話：貓狗主人，你唔好去死！大家唔好誤會，呢句唔係咒罵，更加唔係想用你隻貓話你隻狗去情緒勒索任何一個平日已經活得好辛苦嘅人。我只係想講，如果你而家仍然仲有機會陪你嘅寵物，就請你好好把握，繼續陪埋佢哋落去，因為你哋兩個之間本身就存在一個好奇怪亦好溫柔嘅時差。你可能有70-80年人生，但佢哋可能只有短短10幾年，所以對你嚟講，佢只係你人生其中一個階段。但對佢哋嚟講，由第一次見你到最後一次望住你，你幾乎就係佢哋成個世界。可能近年嘅香港真係令人覺得好攰，工作唔穩定，公司裁員，人工追唔上生活，有人甩拖，有人離婚，有人移民。有時最令人頂唔順嘅，甚至唔係啲咩嘢大件事，而係人生一日一日咁忙，返工做到冇晒感覺，放工返到屋企除低鞋坐喺門口，有時連喐都唔想喐，但係偏偏喺呢個時候，你隻狗仔會好開心咁嚟歡迎你，條尾仲搖到差啲甩咁滯，好似你返到屋企呢件事係佢嘅一件人生大事咁。貓就係另一回事，你返到屋企佢會望你一眼，跟住就唔鬼理你，然後5分鐘之後又會靜靜咁坐喺你隔離。佢哋唔知道你今日有冇俾上司鬧，唔知道你寄咗幾多份履歷出去，亦唔知道你琴晚美股係贏定輸。佢哋只知道你已經返咗嚟，而有時佢哋嘅陪伴已經可以救返一個好攰嘅晚上。毛孩未必可以解決到我哋嘅問題，但佢哋會提醒我哋，生命唔係一定要即刻解決晒所有問題，或者下下咩都要做到滿分先值得繼續。今日處理唔到，可以留返聽日先處理，聽日都處理唔到嘅，就揾人陪你一齊處理。呢啲日常嘅陪伴會令我哋有朝一日失去佢哋嘅時候痛得特別誇張。有啲人會問，點解一隻貓走咗你可以喊成個月？點解隻狗狗走咗之後我連屋企都唔想返？因為其實你失去嘅從來唔只係一隻寵物，你係失去咗每日嘅生活節奏。以前朝早起身第一件事係餵糧，夜晚返屋企有貓貓或者狗狗等緊你，瞓覺之前要清沙、添水、落街，甚至你旅行去到第2日已經開始掛住佢。但係突然有一日，所有嘢都已經唔使做，理論上你好似比以前自由咗。但好多主人真正感受到嘅，反而係我寧願一世都有呢啲麻煩。我哋作為人類，
就算我哋有足夠嘅智力、能力，以至係人生經驗，去處理突然失去寵物嘅情緒，都唔會容易，亦唔會係一朝一夕嘅事。何況係智商可能只等於一個3幾歲細路仔嘅貓貓狗狗，佢哋唔會識得處理突然失去主人嘅情況，佢哋只識每日喺門口等你返嚟，而呢個等待可能直到佢哋生命完結時先會結束。呢個等唔到我哋返嚟嘅失望，佢哋永遠唔會明白，亦永遠排解唔到。所以最後我想再講返開頭嗰句，貓狗主人，你唔好去死，唔係因為你欠毛孩一條命，更加唔係因為你冇資格脆弱，你可以崩潰，可以喊，可以承認自己頂唔順，亦可以求助。但如果仲有時間陪佢哋，就要好好珍惜，陪多一日得一日，開多一罐罐頭，行多條街，梳多一次毛，再一齊過多一個冬天，甚至幾個冬天，到有朝一日佢哋真係老咗，你仲可以摸住佢個頭頭，同佢哋講，你成世貓或者成世狗，我都有陪住你㗎。而到佢哋真係離開之後，你都要繼續生活，唔係因為你唔再掛住佢哋，而係因為你已經完成咗你哋之間一個好重要嘅約定。我陪你走完整個生命。如果佢哋識講人話，我相信佢哋最後未必係會同你講，你一定唔可以唔記得我，反而可能係我呢一世有你陪住，已經覺得好圓滿啦。而家輪到你好好地過埋你嗰一世。所以如果掛住佢哋，想喊嘅就即管喊，但喊完之後記得好好食飯，好好瞓覺，記得出去行下，記得仍然仲有人關心你。因為真正嘅走出低谷，唔係有一日完全唔再掛住佢哋，而係你終於可以帶住呢份掛念繼續好好生活。你陪佢哋走完短短嘅一世，佢哋亦用短短嘅呢一世陪你走過好多你曾經以為自己過唔到嘅日子。所以如果一定要有人承受最後嘅思念，寧願係由作為人類嘅我哋去承受，寧願由我去掛住你哋，都唔想你日日留喺門口，用一世去等一個唔會再返屋企嘅人。多謝你哋曾經嚟過我哋嘅生命，說了再見就會再見，我哋一定會再見。今日講到呢度，記得喺留言度同我哋分享你同你毛孩嘅故事，我哋下集再見。我叫阿銀，大家如果想聽啲咩香港故事，歡迎投稿，或者可以喺留言話我聽。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我會同你分享喺大家身邊嘅大城小故事。下集見。